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1月20，旧历的10月24，礼拜三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台中这个驾驶有偌含才好。啉酒醉驶一台100万名车，驶到困去。上界惊险的是，人困去，车搁咧耍动。警察哪肉哪讲伊的车窗，但是安怎甲叫，就是叫袂精神。上尾这车是驶去人行道，弄着路条才停落来。好你加载，无弄着人。警察讲破车窗，甲人带落车，这个酒测值是高达0.79，妨用公检危险罪，依上法办。两名警员伫大路掠一台白色轿车，因为驾驶困去啊，高车也咧震动。这警员一面掠，一面弄窗啊、分鼻啊，但是驾驶就是无反应，车阁一直继续向前。伊直到我白色轿车开去到人行道，去弄着路边的防护杆。车已经拢停落来，佮驾驶也未醒，警方弄破车窗，甲驾驶叫落来。打 P2，快点！警察用酒测器测看卖，酒测是0.79，酒测达0.79，伊甲警方讲是被人灌醉的。他是自称他是跟朋友喝，朋友一直敬酒，他自称是投资业。啉酒醉开车上路，开到困去，竟然唔知影，车伫伊咧困的状态，出50公尺远，真正是害人搁害己。好佳在沿路无去伤到无辜用路人，最后被以公共危险罪依上法办。